天氣會點呢？我好想去滑雪啊！就算天氣好啊，都要吊車開先得㗎。一定冇問題嘅。阿碰，吓？又碰啊！哎呀，今日咁唔順㗎，喂，你過嚟幫下我手得唔得啊？你啊，喂，冇亂打，冇亂街坊啊！咩事啊？哇！地震！唔係嘛？特別新聞報告：傍晚時分，澳門岳死火山突然又再爆發。住喺火山附近嘅居民，請盡快離開現場到其他安全嘅地方。大家保持冷靜，慢慢離開呢度啊！聽我哋一隊員指示，一個跟一個離開。你哋唔使擔心，我哋已經安排好車輛送你哋離開。呢度非常危險，請大家守秩序，聽清楚我哋隊員嘅指示，離開呢度。你哋千祈唔好緊張，要聽清楚指示去做，一個跟一個，守秩序上車。請大家合作。小心啲啊！過嚟，慢慢嚟。又話呢度係避難所，點解而家又叫我哋離開呢度啊？因為嗰個死火山又再爆發，所以大家要離開呢一度啊！咁樣啊？我哋唔會走噶，況且我哋年紀都咁大啦，邊度走得喐啊？就算死啊，我哋都死喺鄉下呢度，我哋唔走。咁樣究竟個火山要到幾時先停止爆發㗎？呢方面我哋調查緊㗎啦。你呢班人啊，淨係識講調查緊啊！係啊！嚇，平時又話好多儀器嘅，可以測到地震嘅，原來得個光字。係啊，點解會咁㗎？唔好意思，唔好飛㗎，其實一路以嚟，死火山再次爆發，唔係罕見嘅現象。不過今次咧，熔岩流動方向有啲古怪，究竟咩唔妥啊？畫面所顯示喺霧門岳地底呢度有一股好奇怪嘅力量，令到熔岩過分集中。如果係咁嘅話，熔岩集中喺地底，係咪構成非常嚴重嘅後果呢？係啊，熔岩不斷流落地層，直至唔能夠容納，熔岩就會一次過爆發。如果一次過爆發，咁就麻煩。究竟應該邊個部門負責？根據目前嘅情況咧，有冇辦法阻止熔岩流向條村嗰度咧？嚇，可以用鑽地龍改變熔岩嘅方向，不過非常危險。鑽地龍？冇錯，係用嚟探測地底情況嘅車。探測？哼！而家先嚟探測，似唔似啲？好啦，就用鑽地龍。司令指示要出動鑽地龍深入霧門岳火山嘅地層，點至控制到啲熔岩呢？可以喺鑽地龍裝置冷卻彈，將冷卻彈上熔岩層中心，熔岩層自然會停止活動。慢慢攞啊！到你啦，小心揸穩啊！小心啲啊！嗱，小心啲啊！唔好揸啊！嗱，你嘅，揸穩啲啊！嗱，攞實啦！係啦，輪到你啦啊！快快嚟啊！慢慢嚟啊！係，揸穩啲啊！好啊！你嘅。跟住我嚟。
一到傍晚時分，村民就會逃到嚟呢度桑田町避難所。尋晚好多村民都擔心到瞓唔着，唔知呢種情況要維持到幾時嘅。啊，係吉啊！今次應該唔使擔心啦。吉一定有辦法嘅。吉 swing 飛過咗火山口啦。點解呢？似乎有啲唔妥喎。究竟佢哋打算點樣做呢？副隊長，我哋已經到咗火山腳，隨時可以進入火山地層。做得好。新城準備出發。OK， 出發。開動電鑽出發。回轉數已經到咗12000轉，已經過咗900米嘅火山地層啦。已經見到熔岩層啦，啲熔岩不停咁樣流向熔岩層中心嘅方向。好啦，將熔岩層中心凍結。知道。發射冷卻彈，發射。做得非常好，你哋可以翻上嚟。知道。咩聲啊？有聲咩？我好似聽到有怪獸嘅聲。冇嘢啊，我諗你聽錯啦。有啲唔妥啊！咩事啊？只要我哋繼續向前行嘅話，就可以知道熔岩點解會流向地底嘅。唔得噶！如果你哋繼續向前行，萬一有咩意外，就救你哋唔到。副隊長，雖然我好同意你嘅講法，不過要揾出原因，亦係我哋今次行動嘅目的。我知道啦。新城第5，繼續向前調查原因。不過遇到危險就要立即離開，知道嗎？知道。今次一定要將件事查個水落石出。係啲咩嚟㗎？係怪獸。有怪獸？我哋睇得好清楚，隻怪獸瞓咗喺熔岩度，不斷吸緊能量啊！咁樣吸取能量，隻怪獸真係幾怪。好啦，等我用導彈攻擊佢。呢度唔用得導彈噶。唔理啦，我一定要用導彈打低隻怪獸嘅。發射！射中啦！快啲就走啊！知道。隻怪獸喺上面啊！
發生咩事啊？快啲答話！新城，頂！轉地龍嘅通訊中斷咗。我哋要準備作戰。入間隊長，我哋一定要消滅嗰隻岩石怪。你有咩辦法？我哋可以用最新式追蹤轉地導彈。今次我都一齊出動。我諗都係整唔翻噶啦。最衰都係我啦，自作主張用導彈去攻擊佢。唉，我喺外面檢查下。好啊，小心啲喎。係。裝好晒啦。我同埋隊長喺呢邊負責指揮工作。副隊長，裝置導彈靠你啦。放心啦。岩石怪位置係地底1823米，即係坐標01嘅地方。追蹤轉地導彈，瞄準正確位置。瞄準完成。追蹤轉地導彈，發射！發射！第一發打中咗，第二發都打中。岩石怪好快會出現。準備攻擊！大家準備攻擊！知道。或者你嗰邊得未啊？冇問題，嚟啦，準備。知道。發射！發射！冇事嘅。咩聲啊？做咩？好似有啲唔妥。等，快翻入嚟啊！迪加，
成功啦！辛苦晒咁多位。真係驚險啊！我未試過咁擔心㗎。許隊長，雖然隻怪獸好犀利啊，不過都鬥唔過超人迪迦。其實咧都係因為有我哋 Gus， 再加埋超人迪迦，先至可以將岩石怪打敗。呢番說話，如果超人迪迦聽到就好啦。講得啱啊！SOS 受けて